美国职篮 NBA 休士顿火箭今天在哈登攻下35分率领下，客场以107-95击败多伦多暴龙，拿下近期6连胜。林书豪所属的暴龙则是吞下2连败。今天比赛首节，火箭哈登、James Harden、暴龙雷纳德、Kawhi Leonard 都拿下8分。暴龙在3分球5次出手只命中1球的情况下，以19-23小幅落后。次节暴龙被打出19-4开局，最多落后22分情况下，半场打完以37-55落后给火箭。两队一篮再战，暴龙在第3节打出21-4开局，只以58-59落后1分，并在西亚坎 Pascal Siakam 投篮得手后，以60-59超前。之后两队拉锯互有领先，在鲍尔 Norman Powell 进球后，暴龙靠单节34-14攻势，以71-69逆转。末节开局，暴龙让火箭回敬25-9，瞬间以80-94落后14分。在雷纳德、Kawhi Leonard 砍进3分球，伊巴卡、Serge Ibaka 两罚俱中后，以87-96将落后追到只差9分，但关键时刻挡不住哈登，让他连下7分将差距拉开，最终以97-105吞下2连败。火箭除哈登轰下全场最高35分，替补的格林、Gerald Green、瑞佛斯、Austin Rivers 分别攻下18分、13分，高登、Eric Gordon 也贡献13分，保罗、Chris Paul 则送出全场最多10次助攻。暴龙4人得分达2位数，其中以雷纳德26分最高，西亚坎、葛林、Danny Green 分别拿下17分、14分，伊巴卡则有10分、15篮板的双10成绩。林书豪今天在首节剩下2分59秒替补上场，整场比赛共打11分钟，只在第1节读秒阶段抛投打板得手拿下2分，另有2助攻、2篮板贡献。